Hello，各位觀眾朋友們，大家好啊！又係我陸環彩啊，歡迎嚟到陸環彩頻道。真係好耐都冇出視頻啦，唔知大家有冇掛住我呢？我一直都掛住你噶。今日呢，就想同大家講講3月19日快活谷嘅心水。先嚟講講第二場，6號好利多高，真係相當唔錯啊！呢件彩衣終於歸隊，加盟吳鵬戰馬房啦。練馬師操足而嚟，誓要幫呢位細叔伯旗開得勝，報答佢對伍氏父子支持。大家不妨多多留意下呢匹馬。再嚟講講第3場，由3班落4班，賀賢馬房嘅2號快搏，呢匹馬亦係有一定實力嘅。第4場一隻冷門嘅3號東來欣賞，大家都要留意下。呢匹馬跑咗2次，沙田減咗分，不過今次排到好檔位，感覺有冷味啊！話唔定會有驚喜呢。最後呢，要同大家介紹我哋其中一匹穩食馬，就係第6場5號生生勝利。呢匹馬試閘試得好準，相信喺比賽中亦都會有唔錯嘅表現。以上就係我今日同大家分享聽晚快活谷心水啦，希望大家都能喺賽場上有所收穫，贏多多，好運連連。記得繼續支持陸環彩頻道。